沙僧同玉帝之間有咩關係？好多人覺得《西遊記》入邊沙僧嘅存在感非常之低，唔明白點解取經團隊入邊有佢。其實沙僧身上嘅謎團啊，一啲都唔比孫悟空同豬八戒少嘅，甚至乎可能會顛覆大家嘅三觀啊！嗱，我講咗結論先，沙僧同玉帝有斷袖關係，唔好驚訝，《西遊記》原著本身就係諷刺小說，呢度諷刺咗明朝嘅某一位皇帝噶吓。原著解密第25集，追開更嘅朋友幫手點個讚，俾啲動力我更落去啊！原文再續書接上一回，今期我先解密再講情節啊！開門見山，豬八戒入流沙河挑戰沙僧，我哋睇下老沙係點樣介紹自己嘅。《西遊記》原著個個都識寫詩介紹自己嘅。我自小生來神氣壯，乾坤萬里曾遊蕩，英雄天下顯威名，豪傑人家做榜樣啊！沙僧啱啱出嚟撈世界嗰陣時啊，天生一副好皮囊，非常之有型有款啊！周遊天下完全係一個可以靠面口揾食嘅人嚟嘅。佢同豬八戒唔同啊！老豬上天之前呢，住喺深山老林，傷生害命，但係老沙上天之前呢，已經開始自己喺度修行啦，一直做緊好人好事啊！老沙周遊世界，結果係咩啊？得遇真人。老沙之所以飛升成仙，係因為佢遇到一個真人啊！不過呢個真人呢，並冇直接令沙僧成仙嘅，沙僧係經歷完3000宮滿之後，先至得道成仙嘅吓。咁呢，被玉帝親口封為捲簾大將啊！咁捲簾大將每日做啲咩啊？大家睇原文，南天門裏我為尊，凌霄殿前吳清上，腰間懸掛虎頭牌，手中執定降妖杖，頭頂金盔仿日光，身披鎧甲明霞亮，往來護駕我當先，出入隋朝與在上啊！哇！捲簾大將相當於係玉皇大帝嘅警衛團嘅團長啊，係玉皇大帝親信入邊嘅親信。但係呢度講到南天門裏清尊，凌霄殿前清上啊，真係有啲過分咯。明顯老沙嘅3000宮滿呢，令到玉帝非常之滿意啊。老沙外表咁有型，玉帝都特別有面噶嘛，行到邊都帶住佢嘅。一個咁有型有款嘅捲簾大將，肯定係大有前途噶啦。不過天有不測風雲，有一次喺王母娘娘開嘅蟠桃會上邊，老沙就失手打爛咗個玉玻璃，啲天神個個嚇到魂飛喪啊！喂，失手打爛個玉玻璃啫，點解啲神仙個個會嚇到咁嘅？玉玻璃從個名上面聽，點都唔係咩大寶物啊！失手打爛咗個玉玻璃啫，啲天神點解要咁緊張啊？嗱，《西遊記》原著入邊從來都冇巧合嘅，只要你讀熟晒原著，你會發現到作者嘅行文邏輯，成日話咩失手啊、唔小心啊，佢嘅邏輯就係特登。《西遊記》入邊從來冇巧合，老沙係特登打爛呢個玉玻璃噶，咁問題就嚴重啦。咁啊，當住玉帝面抌嘢，以下犯上，藐視皇權。喺蟠桃大會上面，究竟係咩事令到老沙咁嬲呢？佢點解要打爛一個玉玻璃呢？玉玻璃唔係咩寶物，打爛玉玻璃會唔會有另外一層意思呢？古時候啲人咪好中意摔杯為號嘅。上一集講過，孫悟空大鬧天宮之後，靈山發生過一次大叛亂，咁天庭係咪都曾經發生過大叛亂呢？呢度埋一個伏筆先。沙僧打爛玉玻璃之後，玉帝捉住佢要殺佢，好在有赤腳大天仙啊，月班啟奏將唔放。赤腳大仙點解要為老沙求情呢？大家回憶下第7回，如來收服咗孫悟空之後，玉帝開安天大會請如來食飯。當時赤腳大仙係送咗禮俾如來嘅，佢向如來站咗隊。咁赤腳大仙係咪代表如來向玉帝求情嘅呢？老沙同如來又有啲咩關係呢？呢度大家要睇第94回啊！哇，啲證據隱藏到咁厚嘅。沙僧嗰陣時對天竺國王講，老沙原本係凡夫，只因怕輪迴，所以仿道雲遊海角，浪蕩天涯，常得衣缽隨身啊！每念心神在寫。衣缽係佛家專有嘅詞彙嚟噶噃。老沙介紹自己嗰陣時，成日都提呢句嘅，而且每念心神在寫，意思即係話老沙雲遊四海嘅時候呢，就已經喺度修行啦，而且係按照佛家嘅方法嚟修行嘅。咁呢個修行嘅方法係邊個教佢嘅呢？《西遊記》第81回嘅原文有一個答案嘅，
嗰陣時取經團隊係去到鎮海子，豬八戒同埋沙僧看管不力，導致咗嗰個靚女老鼠精捉咗唐三藏。咁嗰陣時孫悟空好嬲啊，舉起支棍啊要打兩個師弟。孫悟空一直喺度嗌打死你哋，打死你哋。咁豬八戒就想走又無路走。原文寫到啦，沙僧卻是個靈山大將，見得事多，就軟款溫柔行去孫悟空面前跪低話：兄長，我知道啦，你想打死我哋兩個唔去救師傅，然後自己返花果山屋企係咪？大家睇嗰陣時沙僧未行到靈山噶，取經仲喺度進行中。之前喺天庭嘅時候，沙僧係捲簾大將，但係呢度提到沙僧係靈山大將，呢個靈山大將嘅身份係點嚟嘅呢？呢度已經講明啦，老沙喺上天庭做捲簾大將之前啊，佢就係靈山大將嚟嘅，佢曾經係如來嘅弟子啊。第100回有講啊，如來嘅二徒弟係金禪寺啊嘛，咁有二徒弟肯定有大徒弟噶啦。不過睇勻成本《西遊記》揭到爛，都冇提過如來嘅大徒弟係邊個噶噃。我呢度又要提下，《西遊記》係作者自己虛構嘅世界嚟噶，唔好聯繫現實生活中佛教嘅如來有啲咩弟子啊。我哋解讀《西遊記》只可以喺《西遊記》原著入邊揾答案。作者點解會安排咗呢個大弟子嘅空位呢？其實呢個空位就係沙僧，沙僧就係如來嘅大弟子。我知你哋諗咩嘢嘅，你哋想問，喂，話沙僧係靈山大將啫，咁都唔可以證明沙僧係如來嘅大弟子噶。要回答呢個問題，我哋就要睇下沙僧嘅待遇啦。沙和尚係一個被玉帝重罰嘅犯人嚟嘅，佢點樣可以順利進入取經團隊嘅呢？喺第8回觀音尋找取經嘅妖魔，第一站就嚟到咗流沙河。沙僧喺流沙河咁多年，佢靠咩生存噶？原文有講啊，沙僧對觀音菩薩講：我冇辦法啦，飢寒難耐，3兩日入邊呢，我就要出去揾個行人嚟食下噶啦。大家知唔知流沙河係咩地方啊？原著入邊有講嘅係鵝毛浮不起，冇商客漁民，根本就冇乜人會經過流沙河。請問沙僧點可以3兩日就出去揾一個人嚟食啊？咁多年佢要食幾多個人啊？呢度就要解密啦，佢唔係自己出去捉人嚟食噶，係如來派人嚟送人頭俾佢食噶。如來派咗邊個啊？就係大鵬鳥。睇過原著嘅朋友，你哋回憶下。後文去到獅陀嶺獅陀國嘅時候啊，沙僧嘅表現係非常之反常嘅。再回憶下獅陀國咩情景？呢度我哋去到獅陀嶺再詳細分析下。沙僧之所以有呢啲待遇呢，唯一嘅解釋就係佢曾經係如來嘅大弟子啊。後嚟沙僧雲遊四海修行啊嘛，修行過程中遇到真人。喺原著第94回，呢個真人呢被老沙自己稱為仙女。遇到咗呢個仙女之後呢，老沙嘅人生就行上咗超車道啦！哇，超天界拜元窮，官受捲簾大將，侍奉玉帝。點解老沙會升得咁快嘅呢？因為呢個仙女改變咗佢嘅修行方式。沙僧做如來弟子嘅時候，學嘅係淨智門，係典型嘅佛家法術，係需要禁欲嘅。但係老沙遇到仙女之後呢，呢個仙女改變咗佢嘅修行方式，變咗動智門，所以佢好快呢就得道成仙啦。大家睇下原文啊，沙僧話自己點修行噶？先將嬰兒擇女修，後把木母金公放，明堂腎水入華池，重流肝火投心臟。嬰兒金公指嘅係元啊吓，擇女木母指嘅係拱。後嚟金公又指孫悟空啦，木母又指豬八戒啦吓。動智門係道家嘅修行方式嚟嘅，呢度提到元同埋拱，意思即係練成內丹啊。大家回憶下原著第2回，須菩提有提到術流靜動4大修仙專業，呢4門入邊啊，動智門係最符合豬八戒同埋沙僧嘅修行方式嘅。動智門就係雙修同埋練丹啊。根據原著第23回四聖試禪心嗰回呢，豬八戒曾經講過，邊個男人冇3妻4妾啊？就算多幾個啊，你女婿我都笑納啊！我以前幼年嗰陣時曾經學過啲鏖戰之法嘅，絕對服侍到佢哋一個二個都好開心啊！大家睇下豬八戒深得動智門嘅修行精髓啊！大家應該明我講咩噶嘛？呢度唔可以講得咁細嘅吓。講翻老沙遇到咗仙女之後呢，改變咗自己嘅修行方法，入咗動智門。但係老沙唔叫呢個真人做師傅，而係叫佢仙女，所以呢個真人一定唔係如來同埋太上老君。好啦，排除咗呢2位啦，咁老沙遇到嘅仙女究竟係邊個呢？
要回答呢個問題，我哋必須要研究下老沙喺天庭嘅地位啊。老沙成咗仙之後呢，直接提拔成玉帝身邊嘅捲簾大將，可以話係親信入邊嘅親信啊，往來護駕我當先，出入隨朝與在上啊嘛。如果唔係對老沙有充分嘅了解啊，玉帝絕對唔會俾老沙一個咁貼身嘅職位啦，係咪先？南天門裏我為尊，凌霄殿前吳清相，話已經差唔多去到同玉皇大帝分享權力嘅程度啦噃。老沙喺某程度上邊係可以代表玉帝嘅。呢度好多人解讀話老沙嘅仙女係王母娘娘，呢個解讀一定係未熟讀原著嘅，係斷章取義嘅解讀嚟嘅。老沙嘅仙女一定冇可能係王母，點解呢？因為邏輯根本唔通。首先，老沙做咗玉帝最貼身嘅侍衛，我之前有解密過嘅《西遊記》原著入邊，玉帝同埋王母唔係夫妻關係噶，佢哋係合作關係。喺蟠桃問題上邊，玉帝同埋王母都有暗中嘅鬥爭噶。當時孫悟空大鬧天宮嗰陣時，王母仲預先轉移咗啲蟠桃噶，大家可以去睇翻我之前第8集嘅解密吓。玉帝根本冇可能俾王母嘅人做自己嘅貼身侍衛嘅，呢一點邏輯就已經完全唔通啦。我哋繼續解密，大家睇翻原著第87回鳳仙棍大乾旱，玉帝有講過朕出行監觀漫天，浮游三界。呢度就可以確定一點，玉帝有下凡嘅習慣，即係微服出巡啊，而且仲係浮游三界啊，同老沙一樣中意周圍去嘅。咁老沙遇到嘅貴人咪就係玉帝咯。咁要睇睇玉帝同埋老沙之間係咩關係啦。玉帝非常之信任老沙，為咗將佢帶上天庭，玉帝改變咗老沙嘅修行方式。老沙本身係淨字門嘅，玉帝要佢改成動字門。玉帝係俾咗老沙至高無上嘅地位噶。四聖試禪心嗰一回啊，面對住啲靚女，老沙嘅表現係最為堅決嘅，寧死都要往西天去。大家再諗下，後面喺火焰山鐵扇公主面對鎮海子嘅老鼠精，孫悟空嘅修行方式咧係要保持童子身噶嘛，但係孫悟空對住鐵扇公主同埋老鼠精咧，孫悟空都有啲抽水行為噶，大家可以睇翻原著。唐三藏喺女兒國都春心蕩漾啦，呢個唔使講啦。仲有豬八戒就更加來者不拒啦，唯獨係老沙毫不動心嘅。老沙從來都唔中意女人，最重要係頭先我提到第81回啊，大家再認真睇下呢一回。沙僧見得事多，就軟款溫柔行到孫悟空面前跪低話：兄長，我知道啦，你想殺咗我哋兩個唔去救師父，然後自己翻屋企係咪？大家睇下作者用咗軟款溫柔4個字嚟形容老沙噶。喂，用呢4個字喺男人身上，你哋覺得合唔合理先？唔係我過分解讀啊，原著咁寫噶嘛。所以話老沙同埋玉帝之間呢係有唔一般嘅感情嘅。為咗將老沙帶上天啊，玉帝逼住老沙用動字門嘅方式嚟修行，即係話玉帝有龍陽之癖啊！你覺得好顛覆三觀係咪？大家諗下《西遊記》嘅寫作背景，明朝。《西遊記》本身就係一本諷刺小說，明朝嘅皇帝個個都好騎呢噶，稍為有啲常識嘅朋友都知啦。明朝好多野史噶嘛，其中明武宗朱厚照即係正德皇帝嘅故事就特別精彩啦。佢就有龍陽之癖，佢寵幸美男子楊枝，仲建立咗一個炮房，係獵炮個炮啊！大家唔好諗歪，就係為咗娛樂用嘅。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查下。想問問大家，有冇人睇過《紅樓夢》嘅原著噶？《紅樓夢》原著入邊，賈寶玉都有男朋友噶，佢男朋友咪秦鐘咯。喺《紅樓夢》入邊，賈寶玉都有龍陽之癖噶。一部偉大嘅作品會涉及到社會人性每一個層面，係絕對唔會回避敏感問題嘅。同樣作為4大名著嘅《西遊記》入邊會寫龍陽之癖，大家會覺得出奇咩？《西遊記》本身就係諷刺小說嚟噶嘛。好啦，我哋還原下呢個故事吓。喺孫悟空未出世之前啊，呢個階段嘅玉帝咧冇而家咁強大嘅，佢手上面嘅權力咧係俾太上老君嗰幾位三清稀釋咗嘅，再加上嗰陣時玉帝自己個妹啊，咪同一個姓楊嘅凡人私通生咗二郎神嘅，有醜聞，咁玉帝喺天庭嘅勢頭就唔係好掂啦，所以玉帝要打開局面，決定去人間揾新嘅突破口啦。之前我嘅第9回解密有講過啊，二郎神就係玉帝喺凡間培養嘅勢力嚟噶嘛，佢嘅外甥。除咗喺凡間要有勢力之外，玉帝自己身邊都要有適合嘅心腹人選先得噶嘛，所以嗰段時間玉帝經常往返靈山同埋天庭之間，佢見得最多嘅人就係如來。
之前有解密過，孫悟空大鬧天宮就係玉帝同埋如來策劃噶嘛。玉帝同埋如來傾得好投機啊，佢哋兩個訴求好一致嘅，因為當時佢哋兩個嘅地位同埋勢力都未夠高。之前有解密過第83回，哪吒係如來復活噶嘛，如來同埋玉帝已經合作過好幾次噶啦。作為曾經嘅合作伙伴，玉帝同埋如來嘅默契度係算唔錯嘅。喺玉帝遊歷西方嘅呢段期間，玉帝係遇到咗兩個人，一男一女。女嘅係邊個呢？呢度我保密先。去到小西天小雷音寺嗰一站呢，我再同大家解密。玉帝遇到嘅呢個男嘅呢，就係沙僧。如來一開始教老沙正字門嘅修煉，就係唔教佢大法力。呢度大家都可以猜想下嘅。老沙係如來嘅大弟子，如來一開始教老沙係正字門嘅修煉嘅，然後就放老沙出山雲遊四海修行啦。咁老沙有冇可能係如來為咗同玉帝接近，特登培養出嚟接近玉帝嘅人呢？呢度真係要思考下啦。嗱，玉帝帶老沙上天做官啊，玉帝就係老沙嘅仙女啦。咁老沙點解會同玉帝反咗面嘅呢？呢度就關係到一場天庭嘅叛亂啦。後邊去到具體嘅故事情節再一齊講下。話說沙僧打爛咗呢個玉玻璃盞啊，我有查過資料啊，玉玻璃盞其實係古代一種玉器玻璃杯嚟嘅。沙僧因為呢件事呢，企喺咗玉帝嘅對立面，佢受到玉帝咩懲罰啊？玉帝原本想殺佢嘅，咁啊赤腳大仙啊出面求情，最後就饒佢不死，貶喺流沙河嘅東岸啊！如果你以為玉帝係念舊情放咗沙僧嘅話，咁就大錯特錯啦！啱啱相反啊，玉帝俾咗沙僧一個最痛苦嘅刑罰啊，仲慘過死，就係毀容啊！你諗下，沙僧原本係好靚仔噶嘛，中意每日起身都照鏡嘅人嚟噶，突然間被人哋毀容，肯定生不如死啦！沙僧究竟被玉帝毀容成咩樣啊？一頭紅艷髮蓬鬆，兩隻圓眼亮似燈，不黑不青藍電臉，如雷如鼓老龍聲。紅頭髮藍電臉，把聲咧好似啲老龍聲咁啊！咁準確啲嚟講，即係話沙僧把聲變得超級難聽啦。大家唔好以為沙僧一直係好沉默寡言啊，唔係啊，係因為佢身體條件啊，把聲俾人哋破壞咗，講嘢對於佢嚟講好攰啊。大家諗下，你感冒嗰陣時把聲沙咗，講嘢嘅時候喉嚨幾痛就知啦。嗱，玉帝咧毀咗沙僧容都未算，第8回有講啦。佢仲要沙僧啊，每7日一次飛箭穿空百幾下。哇！玉帝唔殺死沙僧，將佢流放到流沙河過啲生不如死嘅生活。嗱，呢啲就叫愛得越深就恨得越深啦。一代英豪終於墮入咗要靠食人過生活嘅日子啊！生存低日低日啦，呢個時候嘅老沙嘅生活呢，用一句說話形容就係爛命一條啦。對比下玉帝之前點樣對沙僧啊，沙僧嘅降妖杖就係玉帝賜俾佢噶啦。老沙喺天庭嘅時候啊，係直殿曾經眾聖參，捲簾曾見諸仙拜啊。沙僧已經去到可以接受眾仙參拜嘅地位啦。呢啲全部係玉帝俾沙僧嘅特權嚟噶。大家發現咗未啊？玉帝對沙僧好係真係非常之好，狠嘅時候亦都非常之狠。玉帝罰沙僧係因為沙僧嘅背叛，源於天庭嘅叛亂。大家記住呢個重點吓，記住天庭有發生過叛亂。以後去到具體情節，我哋會繼續講嘅。《西遊記》原著解密嘅表達真係好有難度吓，因為眾口難調。當我直接講個結論出嚟呢，好多朋友未睇過原著，覺得好匪夷所思、不可思議，又唔信我講，所以呢，我都係選擇按照書嘅情節，按順序去到相關嘅地方再相應解密啦。嗱，言歸正傳，沙僧要加入取經團隊，佢同小白龍加入嗰陣時面臨同樣嘅問題，就係點樣彰顯自己喺團隊入邊嘅價值呢？仲有沙僧身上面帶住9個骷髏頭，又係咩來歷呢？下回分解。